很准时吗？害怕了。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继父怎么样？这是你们家事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不应该多这个嘴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没有孩子。我来吧，快走。你呀，多喝点鸡汤补补，这样对孩子好。知道了，你也多喝点，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，等我把公司手头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。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文浩，你还没睡啊？现在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公子吗？你的手机放去哪里？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
干嘛啊？别玩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累了。累了就该休息一会儿。仁义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真的是认真的，别这样。是不是你老公回心转意了？就不要我了？不是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总之，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不要再挑战我了，好不好？一会儿需要我送你回家吗？
对不起。你真的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吗？你不用觉得难过，也不用觉得内疚。你选择了我，给了我生活，可是你却把爱情还有浪漫给了另一个女人。虽然每个女人都说需要的是生活，但其实我们要的是全部。选择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种解脱。我即将去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只是对你来说却是痛苦的开始。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。你不用觉得难过，也不用觉得内疚。你选择了我，给了我生活，可是你却把爱情还有浪漫给了另一个女人。
虽然每个女人都说需要的是生活，但其实我们要的是全部。选择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种解脱。我即将去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只是对你来说却是痛苦的开始。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。根据统计，自从我接手公司以来，公司的业绩上升了一大块，这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在这里，我要代表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。虽然现在公司业绩还说得过去，但是离我预期想象的相差甚远。说难听点啊，公司之所以会有些成绩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上升期。就算你们不努力，公司也一样发展。也许林一轩在位的时候呢，对这样的成绩会感到很高兴，但是我不是他，我对这样的成绩很不满意。作为在这个行业里刚刚兴起的公司，我希望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每一个策划案感觉我们都在拼命，我要让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望而生畏。你们呢？暮气沉沉。大家都知道，公司在人事方面正在做调整，接下来调整力度会更大。那个老头又来了，让他滚。是。那任总，这次人事调整主要涉及公司哪部分员工呢？高层领导、中层领导还是下级员工呢？这次的人事调整会关乎到所有人，每一个人。所以各位，更大力度人事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谢谢。林总，您还好吗？您也太折磨您自己了。嫂子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节哀吧。林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我们担心了。您真的没事吗，林总？您说句话好吗？谢谢你为公司做过的贡献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下一个。您别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然您就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我去给你买些吃的。难道是注定？难道是你？你忘记，不能放弃。我如此的珍惜，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
那我们牵牵，妈咪牵牵，等一下人来接我们呢。什么奶奶？等一下人来接我们呢。啊？你来啦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我都没有你的消息啊。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事儿啊？什么样的公司啊？广告公司。广告公司？跟林怡轩一样的广告公司。怎么会？林怡轩把他的广告公司送给我了，当做这么多年对你伤害的赔偿，不算多吧？别瞪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别着急，以后你就都知道了。放心，林一轩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我敢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们俩见面的机会多着呢。你把公司转让给仁义之后，他顺理成章的夺标成功。不到1个星期，他就开始给公司换血，陆陆续续的把那些老员工都辞退了，也包括我。林总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想想，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那么难，你都可以挺过来，我相信现在你也一样可以挺过来。
那么几个人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却跟我老婆还我公司，跟我公司，你为什么？说呀！你有老婆你干别人老婆，你有老婆你把别人老婆当小三养，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？骗子，傻逼！我他妈打死那个王八蛋！有本事你就整死我，有本事就干死我！你是个王八蛋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老婆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需要却那么强烈，我干的那么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平时亏钱的亏的太多了，你还想让你老婆为你抱着贞节牌坊每天等着你？哼，你做梦！我不喜欢你老婆，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他一眼我都懒得看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爱奶梦，你爱的是别人，对吧？啊！你每天在大街上等谁呢？啊！你以为那个人会来找你来吗？不可能！别做梦了！我打死你！来啊！打死我！啊！我们俩刚才说的话，乃木就全会听见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跟别的男人上过床，她听到这些话会反应怎么样？你的公司，你投标失败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只要你参与就失败。慢点儿，别跑，别跑！江，怎么会是你？要不是带着孩子玩，今天还真不会碰到你。你就准备一个人喝呀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说了话长。还是说说你吧，这些年你怎么样？当年我和唐敏熙从公司撤了股，又开了一间新的广告公司。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，是在你们闹掰了之后。你相信我？行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
你跟唐敏熙两个人好了，那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事情。作为朋友，我应该祝福你。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公司怎么运行，怎么发展下去。你和唐敏熙闹成那样，现在我又跟他好了，这你什么意思呢？我要离开公司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跟唐敏熙好了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吗？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毕竟是利益至上。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哥们儿，生意，季阳，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那么多年的生意伙伴，看来这一次我真的应该祝福你。聊了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一直自诩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你，不愿意待在你的背后。有了新公司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人们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，有些则可有可无，而有些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但是这样，人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买东西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购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幸福感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幸福感放大，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触碰的商品。魏总，快去看看吧，唐总和客户吵起来了，快点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笑话吧？你拿这种条件来见我，你有脸吗？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们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保安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废话了。保安，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做生意的。你们是土匪吧？对不起，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你去不去？要不然我叫保安给你抬出去。别动手，我自己会走啊。吴总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道歉，好吧？用不着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叫保安把客户轰出去呢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是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。谁想和气了？我就不想跟这种白痴做生意 ，OK？
怎么了？最近你怎么总是情绪有点不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想自己安静一下，好吗？请。我本来以为有了唐敏熙和新公司，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。可是敏熙是你的，我夺不走。虽然你和他分手了，他也不爱我。我只是你的影子，或者干脆就是他报复你的工具。一个人喝酒呢？您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坐下，坐下。不喜欢啊？那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我送给你。可以走了吗？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个孩子的妈妈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女人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很普通的工作，组织了家庭，生了儿子，从此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心。每天一家三口过着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的生活，我很满意。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在纠结。当年我勾引了朋友的女友，毁了她的前程。我一直想找到她，跟她说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后来，你找到爱宝了吗？我最后一次见她，她已经怀孕了，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。
逸轩，来吃饭吧。乖乖真棒，把书交来了，来来来，来，小妈妈这儿来。哎呀，宝宝，正好啊，一会儿我和小文都得去上班，你就在我家待着吧，让豆豆陪你玩。豆豆陪着他，人家也是大男人，一天哄孩子呀，真是你以为跟你一样？可以的，反正我没事。不好意思。你有住的地方吗？有。你呀，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，你一个人又得胡思乱想，就踏踏实实住在我这儿。就是，那我发现我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你，是不是乖乖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飞起来，你把它飞起来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书上说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别离，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这每一苦都能让人痛彻心扉，而这8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的，所以又是最平常、最常见的。所以这就要看你的心态。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滋味，要坦然面对嘛。看不出来几年不见长见识了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的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吃完吧。
小男孩就是很调皮啊。对啊，精力很旺盛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你在上面一定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否会有结果，但我只知道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做下去。你前2天给我看的照片，林逸轩也不是这个状态啊。这小孩是谁啊？跟他什么关系？这孩子是一个叫魏继阳的男人，林逸轩现在就住在他们家。魏继阳？魏继阳又是谁啊？据我调查，魏继阳和林逸轩多年前就是朋友，还一起开过公司。后来魏继阳设计抢走了林逸轩的女友，还搞垮了公司，两个人的朋友关系也就结束了。最近几天，林逸轩住进了魏继阳的家里。他抢走过他的女友，还搞垮过他的公司。按理来说，应该是仇人才对啊。你看这好的跟一家人似的。这个暂时还没调查清楚。赶紧去查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好的。
你不喜欢你老婆？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她一眼我都懒得看她。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，最好24小时开机啊！你最好遵守自己的承诺。